第一次去影前，係啊，影前係第一次借票借影前。我相信應該都睇過啦，係啊。有冇邊位一陣第一次睇㗎？有喎。嗱咁其他人記住，即係要俾翻佢哋一啲適當正常嘅睇戲空間，唔好即係唔好破壞大家嘅體驗啊，係啦，咁就係咯，多謝大家新年揀咗呢套電影入場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希望大家會睇得開心 ，thank you。係啊，趁而家未睇嘅朋友，祝大家笑口常開同埋心想事成啊！點解咧？因為睇完有啲係啊，搞落咪有啲。唔好講。OK，多謝大家今日嚟支持金多寶啊！咁希望大家陣間睇戲嘅時候就盡情嘅 enjoy 咁啦，就算係唔覺意有少少喊位都喊完之後都開心翻嘅啫。我哋呢個影前咧都帶咗3封利是送俾大家嘅，咁已經睇過嘅可以嘗試唔劇透咁樣同我哋分享下感受，或者問